第3章，一家人為生計閂埋門自己砌。大埔振興肉丸100%係一個家族企業，2代一家10口都曾經先後喺公司裏邊打拼。有首老歌叫愛拼才會贏。喺香港開埠初期，幾乎所有人都只係靠自己嘅一雙手。當年又冇福利政策嘅支持，唔自己打拼根本就唔會有明天。喺大埔振興肉丸建立初期，就係一家男男女女自己閂埋門砌。當中男子組代表除咗爸爸陳南輝之外，仲包括大兒子陳岳明，喺2005年從爸爸手上接棒，成為振興第2代掌門人，將營運近30年嘅地鋪工場搬到火炭工業區。工場搬定之後，就交棒俾5弟陳岳成 Pilots 主理公司，自己退守一旁。但係仍堅持每日到門市巡鋪，又訂定每個月初第1個星期進行例會，幾兄弟商討公司事宜。2哥陳岳亮負責採購同埋運輸，3哥陳岳文負責門市一切事宜，曾經同大哥合作主持門市嘅營運，譬如存貨、出貨等等，及後慢慢全面接手。但係幾兄弟而家遇有重大決定，都會向大哥徵詢意見。畢竟大哥喺呢個行頭嘅時間最長，經驗豐富，大哥就好似大埔振興嘅精神領袖。4哥陳岳光從媽媽手上接棒，成為大埔振興肉丸嘅打丸師傅。5弟陳岳成2007年起從大哥手上接掌帥印，成為第3代掌門人，負責公司整體營運。至於女子組代表陳媽媽就係靈魂人物，亦係第1代嘅打丸師傅。可以想象一個傳統中國女性，既要幫忙丈夫事業，自己又充當公司裏邊一員，仲要騰出時間照顧8個孩童，真係唔可以睇小。另外3位分別係大姐陳楚銀、二姐陳楚吟同埋妹妹陳楚瑜，幾位都喺公司裏邊擔任過唔同位置。企理小總結：一家10口做事業，全員敬業又熬業，典型家族小企業，唔怕工場蒸汽熱，難得一門出8傑，齊為家族創基業，團結合作唔分裂，日後竟成大企業。